我第一届徛伫台顶领奖，我就感觉讲，我若是，我就感觉怪怪，我就感觉我讲台语怪怪，因为我感觉我咧表演，因为我袂晓讲，我是慢慢用创作家捡起来，这是我的过程，我拄伫咧即个过程尔。我若是伫即个时阵讲，我感觉我对伊无礼貌。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群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还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考虑因的服务。详细资料就放在说明区，互你做参考。听故事、偷心事、台语话万事，大家好，我是阿德，希望你今日平安顺遂、圆缺自如。咱今日的来宾是 Eno 第二郎，讲实在，若毋是伊的新专辑完全出现咯。我从来毋捌想过讲我会访问伊。即个完全发行了后，我其实有甲规底专辑听了，论真讲是听3遍以上啦吼。伫家己的社群平台，我就写讲，即个专辑是真正互伊的音乐甲语言相捌。听的时，你会使感受到即个专辑的用心，迄个功夫是真济吼。迄款幼路，其实咱听会出来讲，伊毋是敢若靠加听加讲训练出来，迄是我其实是安尼写。其实我无啥确定讲，因为即边的宣传啊，就是伊的边仔协作宣传的人，是甲伊是毋是有啥物无拄好，恁知无？啥那我安尼讲，我听讲伊原底是无伫上专台语的节目啦。咱节目毋若专台语，而且话阁落长，想讲敢是伊有得失到伊的宣传宣传其实嘛伫咧咱节目内底有出现过好朋友啦，毋过咱暂且都无讲出伊的名。但我是甲伊联络的时阵，伊就讲本地一直想要问我讲，敢要来安排访问看卖？我心肝头咧想讲，哇，啊恁关系遮歹吓。好，这当然是懵讲生笑啦吼。不过，确实我伫咧联络进前，我有听讲这件代志，就是因为本人其实是较无伫上专台语的节目。那后来谁来改变这个想法？我感觉难免咱嘛会使来讨论一下吼。那先请因甲咱听友小讲一下好啊。大家好，我是陈义龙。嘿，我是一个唱歌写歌的人啊，我唱的歌拢是家己写的，所以。今仔日就是那个圆缺圆缺这张专辑来遮宣传，安尼来甲亚特聊聊天啊！我今年38岁，我已经写歌唱歌18年啊！哇！所以我有参与过专辑，包含乐团的，因为我有乐团，还有个人的啊，是总共是差不多8张，嘿，8张专辑，嘿，8张专辑啊，我个人的有5张。这是第5张，安尼。这是第5张，但是专台语的专辑是第2张。对。不过其实台语歌毋是敢若这2张专辑有嘛，对吧？我听讲你之前嘛是有做台语歌，但是这题毋知是安怎吼，有互我特别起心动念，就是讲，我也是要来问看卖讲，你有要来开讲之类无？我其实听到的时阵，真正有惊一跳，讲这是一个真无共款，你听会出。对我来讲吼，听惯势的人其实是听得出来讲，一个专辑，尤其是伫咧台语这方面、语言方面，伊到底有用心到什么程度？因为我知影你本身毋是讲台语非常练对这款的人，要甲台语的专辑做到这个程度，其实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我会使想得出来讲，这后壁阮当是痛苦啦，绝对是真痛苦啦，所以。这是真趣味，尤其是甲顶一块专辑去比吼，最近当然伊有得到这个金曲奖的肯定。不过2块专辑比起来，你会使听出来都有足侪变化。我用听，其实你就听得出来讲，这是规个团队对一块专辑的这个调度，调度个非常的有路这件代志。所以我就真好奇讲，
除了你个人以外，其實團隊的迄個功勞其實是袂使互無看到的吼，因為你咧聽這個專輯，一定有法度察覺到內底迄個團隊絕對是甲調甲唔正人的程度，才有可能做出這款的專輯。我心肝頭就是安尼想，所以我才想講，找你來開講一下。所以我真好奇內底一寡製作的過程，包含講這專輯伊的這個詞甲曲啊，伊其實咧處理了真大吧吼。這個大把是你真正會使完完全全聽有伊在唱啥。這個聽有伊在唱啥是我佇咧車頂放這個專輯，我無需要掛耳機安尼放，我會使甲規體專輯聽了，而且每一句我攏知影佇唱啥。這是足無簡單的代誌，包含講就算是較咱知影講過去我較老一end的歌手，或是講較別講老一end較資深的歌手。真濟台語攏真好，台語人的歌手無一定有才調唱出你車頂放出來，所以每一句你攏聽有，表示講這就是團隊的功勞。這個物件毋是干那個人有法度做會到的代誌。我真好奇講，你這個詞甲曲，這個創作過程當中，到底是安怎的行？包含講你佇寫詞，你個人的台語要寫內底的詞的時陣，這個物件可能無遐簡單。有的人佇咧寫台語詞的時候，因會靠一步，就是我去編台語詞典、編台語典，吼，就是看較歷史悠久的這詞典啊，內底當然你會使見到真濟真水的詞。毋過到底是毋是你家己的物件，迄其實是聽得出來。毋過你的歌詞內底像這邊可能出現這個電流啦、散心啦，像這款的詞，其實是也有人去使用，毋是單純字典去編出來的物件。這是你家己去想辦法去生出來，是講這是有什麼款的合作才產生像這款的歌詞，而且這歌詞我法度甲曲大做伙。這擺是很榮幸甲迄個莎莎和心碎老師個合作。頂屆追憶的時陣，伊就擔任我的配唱製作。是，配唱製作的工課基本上是就是聽我怎麼咬字。還就是一些錄音的技術的問題。對，較技術方面的代誌。但是這擺無同款，這擺是就我開始寫歌的時陣，開始主題定落來的時陣，伊就參與啊。所以就是我寫出來了，伊聽愛聽了，甲我講有一寡詞安那用閣較水，安那用閣較深。阮會討論，無一定會是教伊的藝術，是有討論過。還有就是朱老師，就是朱月信老師，伊嘛有參與。伊即擺參與足濟，伊頂擺嘛有參與啊。但是即擺是阮後來就歸去甲伊掛迄個顧問的角色。因為他很嚴格，他給超多意見。其實你無講，我其實還佫歹勢講出來，因為我知影，我後來有去查，我拄頭聽的時候完全都無看任何資料。那後來聽了，我想講，我來去看一下你的製作團隊，我想要知影到底是啥。看到這個人的時候，我就想講，比如講我看到低頭皮老師的，我就想講，無怪啦。毋過我就佫想起一件代誌，我佫翻頭去查。你頂一個專輯其實伊嘛有佇內底，所以迄個時候我有產生一個疑問，就是講，伊是你的團隊頂一個專輯，甲這個專輯無差咗足濟，毋過真明顯感受到這個你應該經歷過較濟痛苦。我就想要知影講，到底嗰件事因為這個老師因參加到的程度嘛無共款。其實有一件代誌啊，就是時間佇我的身上。時間就我的禮物。因為我這2年是定定咧想台語的詞，定定咧使用安尼。但是迄個使用毋是講要安怎講，就是我有在思考怎麼用這個語言創作。除了佇生活之中我會使用之外，佇寫這件代誌，我是有去看這冊，還有聽，比如講江兒的節目，我是有認真咧聽的，所以一直聽，迄個詞就會佇我的頭殼內底。所以佇我寫歌的時陣，我發現了，我頭殼內底的詞變足濟，甲以前比起來是變足濟。這屆的專輯內底內容，定定互我一款感覺，就是講，你佇咧寫的時陣開始有用台語的思考這件代誌，因為出發點其實是無共款的。華語思考轉換做台語思考，這就做翻譯啊。其實這就是翻譯，但是台語思考所寫出來，你使用工具無共款，但是你有這個工具啊，比如講你會曉台文啊，
你有更较侪时间练习，你有听，你有看，而且有包含文学性的物件。所以你这边呢，比如讲文学性甲顶一块专辑的文学的表现方法就无共款的，共款有你的风格，但事实上是无共款的物件。嘿，这就是我这边是安我一直讲，我会无想着讲我会想要咧向找你来讲这个，但是因为这内底有真侪，互我感觉真好奇的变化，就是这个变化是安怎发生的，所以想讲，我唔知你伫专辑出了后接触偌济，比如讲台语相关的，不管是节目啦，或者是创作者啦，还是啥我嘛唔知因互你什么款的回应哦，什么款的评价。不过在我家己来讲，我伫听这个专辑的时候，我是真正介意这个专辑。来给你邀请来开讲，谢谢。来给你邀请开讲所以我希望讲，我知影，比如讲顶一块专辑伫出的时阵，你可能伫咧。我先无定义啥都大文科啊，然后我讲这是一个无讲介准确的一个讲法，但是确实有一寡人可能会认为讲，这个词的不是台语词，某一款程度这有一款的这个警察。不过看人你袂是看一个点一个时间点尔，迄一路行来的变化，或者讲当顶一块专辑到这块专辑。就是因为有顶一块专辑一直行到这块专辑中间这个变化，其实是足宝贵的代志。对我来讲，我相信是真痛苦的代志，包含学习啦哈。但是你看到迄个作品出来，是实做一个，就算阮只是一个外人，你听到这块专辑出来的时阵，真正会讲哦，还有一个人会使行过这段较辛苦的路了后，有法度做出这款的。安尼的台语专辑啊，迄个时阵我有这款的想法，所以我才伫家己的 Facebook 啦，是其他的所在去提出这件代志，讲我感觉好的物件，你就是应该互创作的迄人知影，嘛应该互更较侪人知影。我感觉要有这个回应互大家安尼。当然，因为你这边歌词，咱当然讲到歌词，你伫创作的时阵，因为你家己已经开始有把握着这个工具啊，所以你有法度把你所想的用较好的方法表达出来啊。那还有一大堆。较晦气的，这个老师伫咧跟吼，内底这个歌词伫咧这个情形下，有法度保留伊的意义，就是伊内底是有故事的。每一条歌的歌词拢有伊的故事，同时还有法度闪过足济台语歌会出现的问题，最厉害就是我会互伊一个形容，就是说足清气的。这个专辑是一个足清气的专辑。我想第一个头一个上注重迄个清气度，迄个清气可能是低头皮。我想伊你内底这个真济字数的迄个台语内底无这个文化的这个问题，比如讲 V 动词加调这个物件，我想应该伊出手改过真济款。但是我感觉不哩欢喜的代志是，即摆伊甲小老师因两个改我的物件无改甲真济，所以这表示我应该是基础有啊，我有进步啊。表示那是以伊的要求来讲咧，表示你进步足大，不是有进步尔。不过这个歌词伫咧有法度维持这个清气以外，还有法度维持你的某一款个人的风格。你敢有其他的人是嘛是家己，尤其是内容方面，还是完全就是拢靠你家己？大部分是靠我家己啊，还有啦，迄个台南妹啊，哎哟，你有找讨论？我有找讨论。伊教我安怎查字典，就是不是一般的查字典，是查字典的逻辑。是，就是譬如讲倒一个字典呢，我常常看伊的比如说不一样地方的发音是，腔口差，就诸如此类的代志。所以有教我真济啊，我就家己一直练安尼。所以我听起来就是开始这段时间论真讲是3年，不过其实因为到制作出来进前也够真济代志，所以加起来可能是2年外啦。伫制作过程，真正是爱下真济苦心，才有法度甲家己的程度变到一个程度，有法度互其他的老师无甲你改就济。所以你家己这个作品做出来了，敢有感觉淡薄仔骄傲，就是我真正有这个语言方面有进步，到有法度做出安尼的作品。我感觉足快乐的，快乐。这是有故事的。我爱为倒位讲起来呢？
我想讲，我先给大家快速的那个讲一下这个专辑的故事。没问题啊。因为这张专辑，伊是咧写人生内面的各种气格，伫人生的内底总是有一寡缺陷甲遗憾。是啊，所以内面有写伤痕的歌，啊，伤痕个人的伤嘛，群体的伤。啊，所以这个物件是其实是很私人的代志。啊，除了这啊，内面佫有问一寡问题，例如讲，啥物是爱？例如讲，生命的意义？例如讲，咱的身体是啥尔脆弱？咱的生命是啥尔脆弱？啊，要安怎？有足侪话袂好讲，有足侪话讲袂出嘴，要安怎？啊，这问题拢是无答案的。这其实是我人生的问题，这是我个人的问题。这是我想了足久，啊，到即马38岁，感觉讲我即马应该会当来写看觅，会当来问看觅这个问题，该问出来，看会安怎？进前我是毋敢问的，因为我感觉迄问出来就是那个就是自己的部分要过很多东西，这样子。所以是有这个前提这样。你的创作内底有一个，其实后壁伫讨论歌的代志的时阵，我嘛会有安排这个想法的这个问题啦，就是讲，我感觉到你的歌内底有一款问题意识的存在，就是你写每一条歌，其实拢希望去提出一个问题，咱无一定伫这个问题内底会使找到答案，但是咱就知影讲。有当时提出问题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代志啊，这是一款真哲学性。你的专辑是带有哲学性的这款的色彩伫咧内底，所以比如讲啥是爱，就像可能古早希腊时代的这哲学家，天顶这天星是安那闪闪是人到底是什么款的存在？这个世界物质上细项的组成是啥？所以咱有什么一态啦？以太这款物件的想法啦，或者讲什么四大元素啦啥，拢是为提出问题意识开始的。你内底嘛有像这个看来到你身边啦，像这款的歌曲，或者是讲包含对个人的、对历史的提问，其实拢是一款提问，对不？真侪人有的人的创作是，伊伫记录家己的成长，记录伊所看到的，还是讲记录伊观察到的社会。不过你的物件，确实有一款。真特殊的迄个存在，就是带有哲学性的意识、问题意识的色彩，然后所以反正就是因为安尼，真正保留的迄个风格，毋是讲你写作的文笔是啥，因为你个写法其实甲顶个是无共款。毋过迄个问题意识，像你顶一块专辑，可能有讲起着人开安那学语言这件代志，但即块对更较无共款是。已经是伫看这个世界的迄个更较精心展出的物件，我看就趣味的。谢谢。我解释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件代志若是人会当做趣味的，这是真好的，真好的感觉。对，所以带有哲学性这件代志就真好算咯。像咱对我讲的，本地就是所有的项目，不管你是。宗教的、科学的、一切的开端、一切的起源。不过呢，同款又对来讲，咱来讲这个较技术展出的问题。有一个我一直想要知影，其实我伫甲你的宣传书底下伫开讲时，我嘛有特别甲提起这件代志。我毋知这个代志有存在无，但是我一直观察到这件代志，就是入声字。嘿，咱知影讲，你当然对入声字是最有概念嘛，所以你伫台语内底入声字甲华语无这个物件嘛，所以。台语真侪现代歌手伫咧掠入声字的时阵是无法度掠较准的，伊伫唱的时阵，某一寡你的迄个问题就会走出来。但是你即届的专辑内底，我专工挑伫去甲顶一块专辑嘛摕出来比对，即块专辑的入声字加足少的，而且若有嘛拢是相对较日常会用到的，较有机会听到，较有机会去把握好的，但是你。顶一块专辑都有较侪较复杂的这个入声字的这个词内底吼，比如讲你顶一块专辑内底都有这款什么大雨压伫你的身躯不知不觉，就这款足歹读的吼冷血咱体质亲像初生的鸟啊，感觉复杂束缚无的确，这全部拢是你顶一块伫用的，要讲都无一定遐舒适的情形，搁要去唱这个足复杂的入声字的时候。其实是足艰苦，就算是一般的歌手，但还要唱，因若台语无甲遐顺的人，其实是这拢是会走出来的问题。但是你这边用到的入声字毋若较少，而且用的拢是较简单，就是
咱日常真正会说，比如讲老师一粒欲望曝日喙肉，这是其实是无共款的物件。对，所以我想要知影讲，我一直想要印证这件代志，讲这到底是你有意识到这件代志，或者是讲每日你要发觉哦，原来我有做这件代志，我嘛无注意到，嘛有可能，但是确实有这个警察。所以我常常都要讲你的专辑内底清气，其实我相信包含着这块嘛是有特别处理过，才有法度清气。只是讲唔知这个处理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处理。应该是讲较无定咧用的词，就是日常的时阵无听过的词，就有意识的甲伊摕掉。但是剩的物件，其实我感觉还是做身躯的代志。迄其实是我感觉是直觉较济。所以你甲迄个语言的关系变哇，你有法度去抓到这个词、这个声音，互你的感觉，才有法度去伫甲你歌内底去做互动嘛。我感觉是安尼。所以我就一直感觉有一个变化。迄个我毋知有任何人会去注意到入声字，但是。入声字其实是真侪人伫咧讲台语的时阵，欠点的所在，就是讲，咱有当时听有的人讲话，你会感觉讲，这个人有一句话叫做调调，调调意思是讲听起来怪腔怪调，好像哪里怪怪，不是腔口差的问题。那这一般拢会出现伫咧入声字抓袂着，合喙音抓袂着，声调变调毋对，大概这几个变化内底，问题是这块专辑内底就是会使讲无这个问题。甚至连颠倒音都抓无啥会着，我感觉这是足惊人的代志。开头时我就讲，这个专辑要听3遍，我是讲，敢若伫车顶我就听3遍，有法度每一遍听了，你会感觉哦，无啊哦，无啊哦，迄就是一个尾韵，这是一个足无简单的代志，表示讲，这块专辑真正是处理甲你会感觉自然，处理到有法度变成自然，这是一个大部分专辑真歹做甲到的代志。你家己。唱歌，尤其这2块台语专辑落来了后，你敢有感觉到讲，或者讲有观察到讲，你家己的专辑打伫咧台语歌的市场内底有什么款的定位无？我当然有看会出来讲，啥物款的人介意我的歌。哦，你感觉是什么款的人？除了我以外，想较济人，就是想较济无一定是好的代志，但是有一个出口，安尼，因为我是想足济人，所以可能即款的人会较介意我的词，较伫我的词内底找到一个空间，讲哦，就是家己放入去安尼，是即款的，所以倒不是伫啥物款，应该是讲台语有偌好，我是看袂出来，我是看袂出来，因为。嘛有，你讲听的人是吧？就是有多少人是在台语已经自己台语很好的状况之下，会喜欢我的这张作品？这个我目前还在观察。是，无结论，但是个性是看有的。是因为有的人会互你这样回应就对啊。因为当然你原本出的专辑都不是台语专辑，你有一定你家己的这个始终的歌迷，有你的支持的人。那不管你出的是什么语言的专辑，我相信因拢会足支持嘛，拢会足介意。不过因为小刷2块台语专辑出来，当然在我的角度，我一定会是以台语歌的角度来看待这2块专辑伫咧台语歌市场内底定位。因为这几年其实我相信你嘛会使观察到讲，台语歌已经变甲真千变万化。甲过去咱看待台语歌的想法真无共款。不管是因的色彩。或者是讲因的风格，当然这风格影响到的是包含讲伊家己的个人的台语能力是一款吼，伊安那看待语言嘛是一款，当然包含伊的音乐，伊安那去看待家己的音乐嘛是另外一款吼。这个物件全部弄做一回，变成一个敢若念米红啊共款，变成一个伊家己的物件。我这几年来台语歌的特色，就是每一个人拢是一个班，拢无共款，真歹讲出类型。你已经特别讲袂出类型，你敢讲？这是某某人类型，敢若会使安尼讲。我想我的听众应该是对文字有感觉的人，就是特别爱去看书的人。是，我伫听这块专辑了，嘛是因为这块专辑的出现，互我一个新的，说讲灵感啦，就是这几年嘛，后面袂少台语歌，应该讲出台语歌的歌手哈。一直到这块专辑出来了后，我豆豆有整理出一款家己的对
当的歌手出台语歌的想法，有一寡分类。主要的就是讲语言甲音乐之间的关系，就是每一个歌手出台语歌了，伊的语言甲伊所出的这个歌曲的之间到底什么关系？会有几种无同款的类型，比如讲有一寡人是足重视音乐性，你根本就无一定要听有伊唱啥，但是迄个音乐本身就互你想要对伊叮当，这款的嘛有。那伊的歌可能颠倒音倒几连片，但是无重要嘛，无要紧。伊的歌同款才受到人的喜意爱，因为伊的音乐性行足头前的。那伊的这个歌词毋是个重点，伊歌词当时是食一个趣味性尔，甚至这个歌词本身无一定爱有足侪意义。嘿，这是一款。那嘛有一款就是讲，伊是台语好甲非常之好，非常之认对的程度。对伊来讲，这个语言就像插角啊同款，拢字幕插角啊同款。伊今日会使甲这个语言甲伊的音乐摕来所用，等于变那么塔成这个什么形哦，那么个塔成什么形？伊的语言对伊来讲是有在伊耍的物件，所以伊的语言会使直接甲伊的音乐结合做伙。那另外一款就会较像你当你做的这款，就是你的词有最重要的意义，词本身就最重要。那词边那个音乐之间有法度搭吧，这就变成最大的功课。我个人感觉讲，你这个这个功课有法度达成啊，就是两个物件真正会使结合做伙，那先产生出一个有清芳气会留芳味，安怎讲有一个韵味的感觉，会互人听了留一个芳味，就是这个物件词本身的意义伫遐啊，但是你歌唱了词结束啊嘛，但是你会想起迄个音乐的旋律。迄个曲伫咧走的时阵，你会回想到拄则会唱出来遐事。我家己形容叫做芳味，就是伊是一个清芳气的音乐。好，对，变成其实你的基础是电子乐。但是我听起来我袂一直去想起电子乐，当然电子乐咱知影讲变化真济，但是你会搁较注重是伊拄仔唱啥，伊拄仔即个音乐互你的感受是啥。嘿，所以我后来因为你的专辑出来，我讲补足迄个我伫看台目前台语歌的歌手。伊的语言甲伊的歌之间的关系，就是我嘛就想要跟你分享讲，我家己有察觉到，因为你的专辑出来，才有这个完整的这个想法了呢。嘿，我这是较趣味。顶半时我讲出这话，因为真希望互你会使，我一直希望创作者会使接受到更较深入的听的人的回应。知影讲别人安怎看待你的专辑。我知影顶一块专辑当然，伊出来有得到真好的这个金曲奖的鼓励，但是相对伊嘛得到真济外界的批评。我无要去讲这批评好歹，但是我相信到这块专辑的这个我真欣赏的这个物件，我应该爱互你知影。嘿，我感觉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互你知影讲，这块专辑我认为甲顶一块又有真济无共款的进步，迄个物件是包含你的团队。包含你个人拢应该爱接受到迄个，不管是恭喜，这个恭喜讲你真正是，我感觉比什么奖项拢更较重要，就是真正我有听入去这件代志。好啦，我喙焦，我休困一下哈。学会晓吃，才开始学修理；学会晓行。要行到倒位去？学过的字，甲变做武器，才开几若年来原谅家己。学会晓演戏，抗自私的决定；学会晓讲，耳孔锁拍袂开。学过的字，敢有法度变成？温暖的话语，看来到彼啊，变成所有的知识拢
大家好，我是地基龙。你今麦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即摆甲我的新专辑《圆缺》斗阵来遮宣传，这是一张我感觉真正是袂歹听的专辑。有足侪故事伫内面，有足侪情感伫内面，希望大家通欣赏看卖。咱做伙听故事，讲台语，耍文化，捌台湾。那呢，咱就继续听落去。好，来呢，咱继续转来。顶半段，迄个时阵我讲嘿，有影我讲较济，所以我伫啉水。但是，顶半段有真侪物件是我希望互你了解，或者互你接受到听你的专辑的人，介意即个专辑的原因，或者是讲我安怎看待即个专辑。当然，咱伫咧上尾啊的时阵，其实嘛有提起到顶一块专辑出来时收到的批评，即件代志，当然嘛无法度去闪过即个问题。我相信你当嘛无需要闪过即个问题啊，也是就需要来大家来讨论一下即个物件吼。2023年吼，应该是2023年嘛，对无？嗯。伫咧7月时，因为你的迄个水局顶一个专辑，你有摕到台语歌后，你有摕到即个所谓的台语专辑，那两项拢是台语歌的大奖啦，好像大奖项啊。那你伫咧台顶地数的即个共时间，共迄个时阵伫咧关心即个台语的课底吼嘛，同时一百岁就倒起来啊！当然，我讲包含讲主要可能提起即个代志，是讲大家较注重到的是孙中山啊吼。第孙中先生伊就有甲一寡伊进前较无满意的所在，伊有讲出来。那讲实在事后，伊嘛有进一步去说明伊家己的想法，包含讲伊可能嘛感觉讲啊。伊讲了较伤紧一撮吼嘛，其实嘛有回事咧。我毋知你有知影即个代志无啦吼。但是对我来讲，我家己的心情，我相信你嘛知影讲，我家己伫做节目做频道，拄则一路讲来，我上注重的一定的是对我的来宾，我看待一定是依然行伫头前。这是我的立场，或者讲我做这个节目毋是一个音乐节目，讲实在，但是我对伊的讲法。某一款程度，我会有一款疼心的感觉啦。迄疼心就是讲，我会使理解伊的烦恼，伊的心肝头诶，感觉艰苦是什么代志？其实这毋是一款责备，对我来讲是安尼。当然，事后其实就我目前所知，一直，当我嘛有伫关心这件代志。其实你伫迄个时阵是无伤济反应，就是我讲的反应是讲。其实无特别出来讲，你的想法是啥？等真济。讲实在，有反省啊，有少数听友毋知影，但是这机会毋是讲解决。我简单解说一下，好，那有毋对，你会使甲我纠正是补充一下。迄时你讲了后，你有到台顶地数，那地数的过程当中，大概一般咱会期待讲，你得到的是台语歌后，台语的专辑的奖项。应该是上无会有几个，当然我知影讲，迄个时阵你的台语可能也无甲遐顺势遐连对，毋过应该上无会甲大家小酒问一下，大家好电鱼咯，还是食饱未？大家其实有当时咱只是会期待一句即款的小酒问尔，那其他内容，比如讲无较关系讲的时阵用华语讲啥，那么讲这是正常，真侪人嘛是安尼，所以当阮发觉讲，转头的地数自头至尾无一句台语时。确实会产生真大的疑问，我感觉这是会有诶。迄个时阵你无进一步解说，其实事后嘛有其他诶人安尼，这几年也是有。当然有诶人有做解说，比如讲，伤过紧张，本来有一大趴代志，感觉时间已经够啊，嘛有即款诶其实所有人拢是就是都过啊，这咱无法度去要求别人啥。但是迄个时阵你都无讲话，这是一个真趣味诶代志，我用趣味可能较奇怪。但是到了这个时间点，第二块台语专辑，而且是这么上无在我的角度来看是这么好的这块专辑，这么好的作品出来了，我感觉嘛，确实是迄个机会，应该是你应该会使去讲，包含讲当初时这个代志出来了，你的心情是啥？还有你当初时伫咧台顶讲话的决定是啥？好，我就。这是一个真长的故事。我就是这趴就是要留互你讲的。
水液这张专辑，伊的主题是人如何会晓语言嘛。是啊，我自细汉的遗憾就是我台语讲了无好，甲阿嬷甲阮爸爸厝内面的同辈，就是我的堂弟妹，因为我是长孙安尼。是啊，我甲因呢讲起来着，我讲台语的时阵会很笑，但是因台语拢袂歹。因台语足好诶，因拢住伫宜兰。但我一个人住台北。哦，是。嘿，啊，所以因为我的厝内面的情形是安尼，阮规家伙仔但啊，我甲阮爸爸妈妈住伫咧台北，啊，其他的人拢是住伫咧罗东。是。所以因拢甲阿嬷就亲近诶，是。所以大家拢是讲台语。啊，我是只有，例如讲放假的时阵。是，还是就是中间可能有回去过2个月迄种诶，但是因为我伫厝内面，我伫台北嘅厝内面的时阵是无咧讲台语诶，但是因为阮爸爸伊一礼拜差不多见一摆面，是，因为伊足无用诶，伊咧拼伊诶事业，所以我就甲阮妈妈斗阵，啊，阮妈妈一方面是伊是外省人甲客人。我妈妈的妈妈是客人，妈妈的爸爸是山东来的，所以伊本身无咧讲台语。啊，另外一个就是伊是一个足安静的人。啊，伊较恬静。啊，伊迄个程度是无咧使用语言的程度，无咧讲话就对啊。所以我自细汉，其实我到即马，我毋那是今仔日来遮用台语用台文写，我平常是华文的节目，我嘛是会拢写落来。所以这是为虾米我进前甲宣传讲，我即马也袂使去上全台语的节目，是因为我袂负准备。因为我进前咧宣传的时阵有足侪。伤侪通告，我是真正是袂赴安尼，所以即马才有即个时间通啊慢慢啊写。是，这就是因为我讲话是较含慢，我爱写落来，我写到真好，我写落来看，我就通啊好好讲。你是靠文字去表达的人，是，所以即个物件对我的遗憾就是讲，我转去甲阮阿嬷甲堂弟妹斗阵耍的时阵，我无法度好好表达，迄个无法度好好表达是讲，毋那是因互我感觉寂寞，是我嘛会互因感觉寂寞。是，而且后来就是厝内面有一寡代志，因为阮阿嬷她那个白发人送黑发人2次，这样，所以伫迄个时阵我就发现讲，我是唯一一个无法度互伊安慰的人。你无法度去安搭阿嬷。因为我讲我袂晓讲，所以这是一个到水液的时阵，当然嘛有因为身边的人的鼓励，我开始写一寡台语的歌，大家感觉讲这个物件足好耍诶，就有人甲我讲，陈奕龙你来写一张全台语的专辑看卖，安尼，我是因为有大家鼓励，所以我想讲好，我来试看卖。但是我开始写了我就感觉这其实是它是一个要就是我要花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力气去面对我的不足的一件代志。所以我是安尼来，我是一个安尼这款的人。这样子的我，就是我的人生经历是长这样子。我第一届徛伫台顶领奖，我就感觉讲，我就感觉怪怪，我就感觉我讲台语怪怪，因为我感觉我咧表演。因为我袂晓讲，我是慢慢用创作家捡起来，这是我的过程。我拄伫咧这个过程尔，我若是伫这个时阵讲，我感觉我对伊无礼貌，所以我迄个时阵是心内想讲就是我先不要这么做好，这是我对我家己的一寡就是严格安尼，但是我完全无想到，这是完全无想到的代志，就是造成这么大的讨论。所以迄讨论出来了，我就感觉这是要解水，这实在是无法度解水，因为这个物件就私人的。是伊甲大家咧讨论的议题并无关系。我若是即马出来讲，我是感觉会互代志变到伤复杂。其实无一定有帮助，可能会造成更较大的混乱安尼。所以我就想半工，我想讲安尼先莫讲话好啊。而且其实我是有感觉，当然嘛是有感觉，就是当然嘛会感觉讲各式各样的感觉。其实心肝头可袂真艰苦，当然是会艰苦啊。但是我就足紧的想讲，
这可能嘛是个性的问题啊，就是我真无介意解说我家己。还有一件代志是我真紧就感觉我的感觉毋是真重要，因为即马大家咧讨论一件代志，这是真好诶。那安尼就应该继续去讨论落。我的角色我是一个创作者，我是一个创作者爱做的代志就是把歌写了更较好。这就是我应该爱去做的，所以我应该把我的角色做好。讨论的代志，互老师来讨论，这嘛是应该发生的。安尼，我的思考是安尼。有人捌甲我讲，我之前伫甲其他人讲，我有伫想讲要邀请看卖你要来开讲无？迄个人甲我讲，就伊所知你是无伫上全台语节目，因为你是一个爱准备好才会去的人。我开始迄个时阵就开始伫思考这件代志，就是讲准备好这件代志，是毋是就是你当初是徛伫咧台顶的时阵，你无法度开即个喙的原因。因为一般来讲，阮家己伫看别人甲台语当作表演的语言的时阵，是伊伫台顶，伊会尽量去使用即个语言。毋过伊的生活，伊真正是想伫讲话时阵，根本都袂用到即个语言。即个语言是一个表演的语言，所以大家对即件代志其实是有伫自信，就是讲。伊无应该只是一个表演的语言，咱你就规个放去博物馆就好啊。但是你拄好颠倒变，是因为你无希望伊变成表演的语言，所以你认为家己还未准备好时阵，毋敢伫咧台顶摕来变成敢若我就两句意思一个小少物就好啊。比如讲你讲一句假把话，绝对袂出代志，无可能讲毋对嘛。毋过反正是因为即款。无希望伊变成表演语言的心思，但是做法拄好颠倒摆，你知道？阮伫看台遮的真侪人甲一个语言，利用即个语言，比如申請補助摕到獎項，但是事實上伊家己生活中根本都袂去使用，是颠倒變的。所以反正嘛是因為呢，所以大部分人其實是無法度理解即件代志。嘿，反正嘛是因為真正行到今仔日，行到即塊專輯出來。咱来讲即件代志的时阵，甲真正有即个机会，甲即个代志回复清。反正是时机的问题啦。只是讲，我嘛会使去设想讲，即段时间以来，尤其峰会长到的迄段时间，我相信迄个过程心肝头应该是真无爽快啦，真艰苦甲对。不过对你来讲，你会感觉讲？是因为其实即个迄个时阵的批评大概有两款，一款当然就是地俗的代志，另外一款其实是最近迄块专辑内底的歌词甲音乐之间的关系，你会较注重哪一个方面的批评？当然是音乐的，200%是音乐的。所以即块专辑就是摕来做评判的嘛，讲恁搁听即块看卖。对啊，但是我嘛感觉。其实要讲啊，我感觉水液是一个足水的过程。就是因为伊是一个人咧学会晓语言的过程，是所以我是足真熟这个过程的。所以我才会讲，即块专辑第二块专辑的出来，其实是伊必须要踏伫第一块专辑顶悬，才互伊的迄个价值甲搁较看会清。迄价值毋是讲真正的专辑做了无好，是人的演变是安怎演变过来。嘿，我感觉这是。一定要把这两件物件放做，包含讲你对语言的使用，偏偏是歌词，偏偏是地语浓缩写出来的歌词，整一地甲一地关系是无共款的。但是又有法度依持，我就是认为对，这就是你的歌词。比如讲，这地完全听了，我去找最近出来听的时候，我的感受是，过去我无感受到这件代志。我的感受是，你做第一块专辑的时阵，互我一款感觉是。这个歌唱了，你已经疲累了啊！你已经无力啦，因为你必须要用上大的力量去抓这个歌。迄时阵你甲语言的关系无遐大吧？所以你甲迄块专辑唱了后，就差不多啊！你气康力尽啊，就是安尼。但是到这块专辑，你会讲，我当然一直讲旁尾这件代志，就是旁尾不是干那听的人老旁尾，是你要有迄个才调，有迄个能量，搁第二，你就干那。唱歌唱煞，敢若咱个会使留落来开讲的迄个感觉，迄是你已经有法度抓会掉这个语言啊！而且这个语言已经有法度甲你音乐是共存
会使两个非常搭吧，哪唱歌，搁哪唱讲话共款啊。那这个物件出来了，咱才会听的人才会感受到啥做捧味。你嘛无甲这两个物件放做伙去看的时阵，你袂知影一个毋是单纯为台语歌出身的歌手翻头去甲台语学倒来，而且是为创作内底甲台语学倒来，这个过程包含讲这个宝贵伫搭。水剧的价值其实无伫咧水剧本身是，正是因为圆缺的出现，这两物件放做伙的时阵，这两个价值才会做伙出现。当然歌内底每一条歌，即届的每一条歌，我感觉毋那拢真有故事，真有问题意识，而且上基础的物件就是真好听，无好听就拢免讲啊嘛。所以这是上基础的。那咱的时间嘛有限，我无看到。因为咱头前拢无讲到歌，我都会使讲到这个时阵，所以我无可能逐条歌咱拢来讲啦吼。但是有一条歌我想要先提出来讲的，就是讲袂出嘴的迄个字。这条歌，咁我都先介绍一下这条歌。这条歌就是迄个字就是爱嘛。但是其实毋那是台语啊，其实华语嘛共款，爱讲爱这个字伫，尤其是对厝内的人。是。讲我爱你，迄足困难诶。我就想讲，迄当阵诶想法真简单，就是我要试看卖用台语唱我爱你，看安怎？看我会话别扭安尼，就真正就别扭诶，因为头前哼长很足久诶，才会当唱出来。迄是真正是身躯诶物件，就是我写诶时阵，我就讲写袂出来哦，伫遮才会当唱啊，安尼是有即个过程诶。其实这就是我对我的厝内人的一寡心情，就是讲，因为我总是感觉对有淡薄仔歹势。啥那讲歹势？就是我毋是一个真好去爱的囡仔。我嘛毋是一个真知影要安怎甲人爱的囡仔。是毋是对爸母来讲？抑佫是足细汉的囡仔时，会感觉讲，这个囡仔古古怪怪，敢若永远想无伊，看无伊伫想啥，是这个意思。这是一部分。佫有，对啊，我真侪代志拢藏伫咧心肝底啊。对爸母来讲，应该是真要安讲，他们应该其实蛮难过的吧。就是我无真侪代志是我足大汉啊。足大汉了，人家了解诶。亲像细汉诶一寡，若是伫学校内面诶故事，还是讲出社会了后，我连离婚，我连就是感情出问题啊，我拢是出问题2年了，才去甲因讲，歹势，我要离婚啊，安尼。所以对因来讲，是真困难嘛，因做我爸母真困难。我伫想，若要讲爸母会感觉艰苦这件代志啊，凡是对因来讲，爸母的心情，凡是会搁较是，迄个艰苦可能是责怪家己，可能会较济。当然像你拄仔讲，因为阿母本身就是一个较恬静的人，阿爸，因为恁阿爸可能我较早熟悉是伊啦，就是因为宜兰人嘛，真正嘛捌做过，虽然我甲伊无共时间，但我伊做过局长的迄个单位较早我嘛踮过遐，所以嘛拄好见过几摆面，就是你会使知影讲是一个真正足无用的人，环境就是安尼。那我有当时就是到一个岁了，我开始会感觉讲，大概每一个人伫咧成长的过程当中，毋管你的爸母是人讲偌注心，偌知影教育是啥要安怎对待囡仔，拢无可能无缺陷。反正就是甲即个专辑你讲的共款嘛，每一个人心内或者讲每一个人成长过程，拢会有这起角的所在。但是我会特别经这条歌有另外一个理由，除了甲爱有关系以外，另外一个理由是，我感觉真好算，伊甲语言这件代志有一个对照。咱知影讲创作者做出一条歌，或者做出一个作品了，安那解读这个作品有当时是听还是看的人会有一个吞透的空间。比如讲，我伫听这条歌的时阵，虽然我知影你本地要写啥，不过我就一直会去想到这个。真亲像是咱真侪人伫咧家己的母语放袂记，譬如讲你
拄则讲起着阿嬷，阿嬷伫经历伊真痛苦的时阵，你想要去甲安踏，想要去甲笑笑的迄个心情，你无法度讲会出嘴，迄个艰苦，其实嘛是讲袂出来的字，讲袂出来的话，甚至是个讲袂出来的语言。我感觉迄对我来讲是搁较大的迄个刺激。因为咱大会使看到足侪囡仔真正是袂晓，包含你家己嘛经历即个过程。你内底有歌词讲袂出嘴，明明足水的字，藏伫你渐渐白苍苍的鬓边，目头角角的日子，想要敲电话互你，为倒位找勇气。真侪大的囡仔，比如讲，咱要敲电话对互阿公阿嬷，细汉时照顾你的人，其实你是毋知要哪甲因讲话，因为足侪即款的囡仔，就是成长的过程当中，囡仔是其实伊台语还佫会使，但是伊当然就是基础的互动生活当中的台语。到大汉了，这个过程当中，伊会愈来愈落去，愈来愈消失。你离你的在过去的时代亲人愈远了，你的语言愈来愈退。最后你翻头要甲因讲话时，你会发觉讲，你无法度甲因讲话。真侪物件会伫咧你大汉的过程当中一直失落，包含语言，甲这个字爱这个字，我感觉有一个真趣味的这个对照。我特别经这条歌是我想要跟你分享这个感受，感觉凡是你可能都嘛有经历到这款的情形，你像你刚才记的咧，都是这款的情形。希望大家会使去听歌，因为其实这个网络真侪所在你拢听得到，真正去听伊内底的歌词，真正去听伊的音乐。我感觉这是真值得去听的一块专辑啦。那迄内底嘛有足侪趣味吼，当像咱头前已经讲足侪起啊，包含讲哲学性的物件啦吼。更较趣味的一个物件是你甲李龙的合作，李龙嘛吼，伊是韩国人，我知影伊有策略性的合作以外，你家己伫歌出来了后，迄个感受，你个感觉啥款？若是讲语言即件代志，就是这趣味的所在是，有足侪人甲我讲，因听了即条歌，我唱啊，李良开始唱的时阵，大家无发现，变做韩语啊。就是一方面应该是因为我甲伊的声音，你声是较像，有淡薄像。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两种语言的节奏感，还是讲语感的这种物件。其实有淡薄像，没错。所以还有一寡词其实是同款的。所以这是真奇妙的代志，就是很自然的两个语言放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接缝就可以连过去。这伫音乐内底就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件事，对，就是我们在用它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说，哇，这个东西它本身也是一种音乐，这样我们就会这样去想。我无啥确定讲韩国的发音因的，比如讲咱讲台语七声八调，我无确定韩国音是动音的方法，还是声调的语言。因为我对韩国话无介清楚。我迄阵头一遍听到的时阵，是心肝头想讲，哦。Eno 嘛会晓唱韩语，我无吹着华人，因为我都无完全无看资料嘛，我就是车顶度看到有啊，我就车顶个放出来听看嘛，所以我本来想讲是你唱韩国话。你这个合作，你感觉讲两个语言到做伙其实是足大吧？这个代志是你本地都想到，认为讲伊会使到做伙，还是讲既然咱要来合作，同自然都爱到做伙？你敢有想讲？未来甲斗其他，比如讲平台语的基础，或者其他语言的基础，去斗无同款的语言。我有在想这件代志，可不可以像韩语这么顺，就是两个东西连在一起？无迄个夹抓，无接碰的所在。对，不一定啊。这其实是一个，这是一个后来的发现，不是一开始我们就有想清楚这样。这运气的，你就是想要合作，但是合作的结果是啥？其实无法度去要，无法度去想。拄开始想要甲李龙合作，其实是因为阮两个词逻辑有淡薄像。就是怎么讲？他的经历跟我觉得有点类似，就他也是就是很文字的人，是，然后他也有影像的，就是他是学电影的，所以就我们有这些共通点，然后他又怎么讲？他写的东西也很重视
就有一种诗的感觉，这样就跟我原本在写华语词的时候是有点类似。嘿啊，以下这个主题就是我们想要去找一个我们两个共同可以讲的主题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们都很爱问问题。我们拢定定咧问一寡无答案的问题，恁拢真有问题意识，好听的讲法。对，谢谢。所以就想讲，无阮就来问一个真大的摆明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是，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变做今嘛这款模样？这其实是无答案的，无人通回答的。无答案的时阵要安怎？就是问心灵。所以那个你会是世部的你，就是因为我总觉得神明的存在其实是大家的疑问所带来的，就是它是一个集体意志的大家的期盼，是对，造成了神明的存在。所以其实不是一个莫讲某神明的代志嘛，伊不是西方的上帝，伊不是妈祖，伊不是，我感觉伊更较像一个。唔知是有意识无意识，但是是个较悬的存在。大概是像这款的感觉嘛。恁的作品内底感觉起来，确实拢会有真有画面，就是迄个文字本身是带有画面的，所以歌曲嘛会造成伊的歌曲，恁的歌曲听起来嘛真有画面。确实用足画面的物件去写一个看袂到、听袂到。存在的时阵，其实伊爱有个更较悬的一个程度，就是更较无遐具体的思考。我看这条歌内底有一款的真趣味的感觉，就是甲你有甲另外一个zan厝的思考的内底，对，每一条拢真好听，包含因为你的专辑叫做《圆款》嘛，内底有一条共名的歌，就是用这个水调歌头、水调歌头来去做。因为我唔知应该是咪读做水调，因为这个字文音读做歌啦，歌调，反正是安尼读，伊是为内底的词来去做转换嘛。拢是我想要先推荐给听友来听。今日咱录音时间是暗时啊，所以时间嘛差不多哇。我想最后留一丝丝的时间，有需要来宣传一个专辑无？好啊，好，大家好，我是陈其龙，我的新专辑叫做《圆缺》，就是因有悲欢离合，外有阴晴圆缺的圆缺，伊就是一张咧讲生命里面的各种缺憾。10首关于缺憾的歌的专辑是电的，就是一张电子音乐的专辑，电音的基础就对啊。不过我感觉有的人可能无一定关系听电音，但是你听这个专辑的时阵，你袂去想到讲伊应该爱是什么风格，或者讲伊应该是什么类型，伊就是一个专辑，就是电音龙的专辑。谢谢。就是安尼啦，就内底有足侪足深的我家己的感情伫内面，嘛有一寡就是有讲很大的事情的，有历史的物件，有人类的世界的物件，安尼就希望大家当去欣赏看卖，若是有缘伫内底找一个空间，甲家己放入去，感觉真舒适，安尼我就真欢喜。安尼，对啊，有讲到历史的物件，就是包含有伊即个28做基础的。歌名我袂记得，留伫咱的回来底。所以这嘛是我最介意的一条歌，只是讲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都莫逐条拢去讲啦。我相信你伫咧所来宣传期间，其实有真侪节目，会讲到真侪无共款的歌的背景啊、历史。我也是较希望讲，即个邀请你来开讲，会使讨论就较济，就是即个。顶一个专辑到即个专辑的即个一路行来即个变化是我注重的，所以即个咱有用较侪时间伫咧讨论，毋是遐侪歌曲本身，但是是因为有这个歌曲，因为有即个专辑，才有迄个价值来讨论这3年安怎行来，所以同款最后一句就是希望咱的听友拢会使真正去甲找来听看卖。你要有什么款的评价是你的代志，但是我希望你真正去甲圆缺这个专辑全部提出来，逐条拢甲听看卖了后，再来分享你的想法。不管你介意无介意，我相信伊大概嘛无得惊人讲无介意，但是你爱听过再来讨论啊，对不？那这部分
上无伫咧台语的部分也得个挂保证啦，我都也得挂保证无简单。好啦，那唔知影大家今日对这集内容什么款的想法咧？这几集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什么款的指教甲建议，拢会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 或者 YouTube 留言互我。若是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erbox， 嘛希望你收到我的7分收看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出亚特聊天，你使看更多节目内容的补充。若要欢迎更较多支持嘛，欢迎你点下这个 show notes， 也是碎片库的赞助连结网站啊，做阮的天兵天将。那呢，咱今日就要到这咯，拜拜。拜拜，拜拜。听到傻眼，我是什么代志？已经真罕的想起来。伤害错误是家己的错误，对落叶所在坐起来，同款，甲别人同款，只是想要同款，已经真罕的想起来，想要会晓去爱。特别感谢家父天明乡福金方案的赞助者：查拉黑查拉、阿莹、张文珍、瑞琪、王淑贤、伊文、阿文、Arthur 阿川、英川、阿里嘎瓦、尤里、麒麟乐。无论是长期福金家父，也是经已通换新、甲马斗坐阵、挂金听门面的天兵天将听友，感谢有恁实际支持。互阮搁较有信心，伫这条路勇敢滑步。